大閘蟹好寒涼，有啲朋友食完之後腸胃會唔舒服。中國人最中意食完蟹之後飲返杯薑茶飲嚟驅寒。咁究竟自己煲薑茶又有咩地方要注意呢？首先我哋開火煲咗啲水先，然後薑嗰方面要洗乾淨啦。咁薑嘅皮顏色越深咧，就代表越老。有啲人咧就中意拍薑，有啲人就中意切片啦。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切片嘅。咁皮嗰方面咧，師傅就話要連皮食比較有益。好啦，切完薑之後，咦，水開始滾咯喎。等水滾之後咧，你就要放啲薑落去，大約就煲45分鐘左右。大概45分鐘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落糖啦。師傅話咧就最好唔好用白糖同埋冰糖，因為會容易搞肚痛。最好咧就係用蔗糖同埋紅糖，即係赤砂糖。而份量方面咧就視乎個人嘅口味。如果你哋中意甜啲嘅就落翻多啲，如果中意冇咁甜嘅就落翻少啲。落完糖之後，薑茶就煲好啦。原來煲薑茶係咁簡單㗎。